您好，我是照顾您的护理师。好，我是照顾您的护理师。好，我是照顾您的护理师。你好，请问您的名字是？张俊宏。好，请问您名姓是？江俊凡。好，请问您名姓是？江俊凡。请问您的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请问您的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请问您的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帮您带个病人身份辨识手圈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同带病人身份辨识手圈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同带病人身份辨识手圈。先帮您测量生命征象，待会儿询问您的基本资料。先同测量生命征象，等下询问您的基本资料。先同测量生命征象，等下询问您的基本资料。来，我帮您量血压，帮您量个耳温。来，我同量血压，同量耳温。来，我同量血压，同量耳温。您的耳温是摄氏36度，没有发烧，收缩压是116，舒张压是76，正常。您的耳温是摄氏36度，无发烧。收缩压是126，舒张压是76，正常。您的耳温是摄氏36度，无发烧。收缩压是126，舒张压是76。正常。我简单帮您做病房环境介绍。这是呼叫铃，我简单同小解病房环境，这是呼叫铃。我简单同小解病房环境，这是呼叫铃。如果有事，请按这个红色按钮，您就可以与护理站直接对话了。那是有事情，请按这红色按钮，是得同护理站直接讲话。那是有事情。请按这红色按钮，是得同护理站直接讲话。那如果不小心压到怎么办呢？那是无声音一度爱让选，那是无声音一度爱让选。没关系，再跟我们说明就好。没关系，同俺能说明是好。没关系，同俺能说明是好。厕所里也有一个呼叫铃。如果在厕所发生状况，您直接按铃，我们就会过来了。片所地图也有一个呼叫铃，那是在片所发生状况，直接按铃，我能使我过来。片所地图也有一个呼叫铃，那是在片所发生状况，直接按铃，我能使我过来。好的。这边是床头灯和小夜灯，晚上时候可以使用。好。好，这片是床头灯同小夜灯，暗部头是得使用。好，好。这片是床头灯同小夜灯，暗部头是得使用。好。接着，我需要做入院护理评估基本资料。接落来，我需要做入院护理评估基本资料。接落来。我需要做入院护理评估基本资料。请问您的最高学历？大学。请问您的最高学历？大學。请问您的最高学历？大學。结婚了吗？是的。结婚了是吗？嘿。结婚了是吗？嘿。目前是自己一个人居住呢，还是和家人住在一起啊？我和父母、太太住在一起。你们是一家一家人带，還是同屋企人共下帶？我同nhà愛本人共下帶。你們是一家一家人帶，還是同屋企人共下帶？我同nhà愛本人共下帶。平常有什么内科疾病史嗎？有服用什么药物嗎？譬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等。都没有。平常有乜嘅內科疾病史嗎？有些乜嘅藥嗎？像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等等。綜合冇。平常有乜嘅內科疾病史嗎？
有什么嘅药物，像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等。中下冇，请问您之前有住院记录吗？请问您是什么血型呢？没有住过院，我的血型是 O 型。好，请问你之前有带验记录冇？请问是乜嘅血型？冇帶過驗，我血型係 O 型。好，请问你之前有带验记录冇？请问是乜嘅血型？冇帶過驗，我血型係 O 型。另外，请问您的家人有没有内外科的疾病史啊？譬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爸爸这边有高血压的疾病史。另外，请问你有家人有内外科疾病史冇？是像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爸入邊有高血壓嘅疾病史。另外，请问你有家人有内外科疾病史冇？是像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爸入邊有高血壓嘅疾病史。好，请问您会对吃药、打针或食物过敏吗？不会。好，请问会对西药、注射或者食物过敏冇？唔會，好，请问会对西药、注射或者食物过敏冇？唔會，人是否有做过手术呢？没有。请问你之前有手术过冇？冇，请问你之前有手术过冇？冇，平常有抽烟、喝酒或吃槟榔吗？都没有。平常有吸烟、吸酒或者食槟榔冇？中下冇，平常有吸烟、吸酒或者食槟榔冇？中下冇。您这次住院的原因是？我开农业搬运车摔倒，压到脚。你入排带验原因係？我是農業搬運車跌落來，冚到腳。你入排帶驗原因係？我是農業搬運車跌落來，冚到腳。是腳哦。古人說：“人未老，腳先老。”係腳個。古人講：人忙老，腳先老。係腳個。古人講：人忙老，腳先老。人老不會走，喝水都拿不到，腳要好好保養啊。人老唔會行，食水都唔得到喎，腳愛好好保養啊。人老唔會行，食水都唔得到喎，腳愛好好保養啊。谢谢啦。所以您就直接來急診室了。我太太送我过来的。羅拉啦，所以你是直接來急診室。我本樣送我過來嘅。羅拉啦，所以你是直接來急診室。我本樣送我過來嘅。確切日期是今天嗎？是的。確診日期係今邊？嘿，確診日期係今邊？嘿，好，我看一下你受傷的地方，可以動嗎？您的腳試着動動看。我看一下你腳上嘅部位，是在疼痛嗎？你腳去疼痛看。我看一下你腳上嘅部位，是在疼痛嗎？你腳去疼痛看。好，這個彈性繃帶會不會太緊啊？不會，剛剛好。好，你個彈性繃帶會太輕嗎？唔會，嘟嘟好。好，你個彈性繃帶會太輕嗎？唔會，嘟嘟好。如果繃帶太緊或是感覺不對，就和我們說，我們會幫您調整。那係繃帶太輕或者感覺唔好，是同我哋講，我哋會同調整。那係繃帶太輕或者感覺唔好，是同我哋講，我哋會同調整。請問您是他的太太嗎？是的。請問你係結伴娘係嗎？嘿，請問你係結伴娘係嗎？嘿，請在這張單子有注明打勾的地方簽名。請在這張單有注明打勾嘅所在簽名。請在這張單有注明打勾嘅所在簽名。
请帮我留下您的电话，或是张先生本人的电话。请留那个电话，或者张先生本人的电话。请留那个电话，或者张先生本人的电话。这张是卫教记录单，表示已经为你们说明疾病方面的卫教以及环境介绍。这张是卫教记录单，表示基金为人的说明疾病方面的卫教同环境修改。这张是卫教记录单，表示基金为人的说明疾病方面的卫教同环境修改。这里，请您帮我签名。好的。这位请签名。好，这位请签名。好。护理师，谢谢你哦。不客气。护理师，罗兰远。莫客气。护理师，罗兰远。莫客气。